将古灵阴阳一线攻八方。故事来作伴，门条爱用伴，浪花流水伫爱的心房。欢乐戏鼓咚咚咚咚锵，八千春润笑。自细在水中爱求你相落吧，雷蒙娜，雷蒙娜。爱宽心，爱欢喜，爱谁更情到你。闹热大擂台，闹热向下落。新年快乐！所有观众朋友，大家恭喜发财哦！哎，今年年30安福啊，年30安福，非常欢喜，看到哦，有抢到客家金门啊，金鹰门哦，来你现场等下好好的表现来后堂的歌曲，我们太感动了。今晚台词唔係隨便來哦，對哦，個個有準備好。哎呀，今晚表演精彩嘅節目，本台只看從後堂嘅歌嘅。哦，有乜嘅獎品有冇？有啊，獎金呢？當然有啊，當然呢，當然做唔得冇啊！先看羅哥的表現啦。你製作單位有準備啦？有準備啊！請各位獎金有16888元。16888。哎呀，哇，太好了，還有錢了咧！大家看人家的運氣，看人家出的都168了哈。沒有其他的獎金啊，獎品沒有。對，好，等下好好當嚟表演，好好當訪問那裡。還先多謝呢美門公益坊啊！美門，精彩的演出，精彩的推崇啊！對，為什麼叫美門呢？對啊，美門感覺就好像沒門了。看樣子是不會啦哈，表演都清楚。對，按這些精彩表演哈，好了，馬上進行今日第一個單元。好，第一個單元係金曲再現啊，當然是要請到金曲歌后啦哦，就係你嘅思菲欣賞，還有婷婷帶來精彩嘅表演。好嘞。唱嘅一枝花，拍拍嘅牙齒，瘋瘋嘅嘴唇，木珠也會共花。什麼嘢安靜，什麼嘢安靜，成個嘅沒有辦法。
心仰天空一條西，唯獨將來，唯獨命散，千辛萬苦也愛改，一份努力，一份殊勝，皇天不負苦心命。心中溫暖愛小小的心房，無言法吹落在風中，無言法沉埋在心中，假使你還有心來相想。渡過寒冷嘅冬，飄在風中嘅無言法。人生的坎坷路途，萬年無數過來，成功是來下船，失敗莫想。转前世以來，我一塊成就滾滾來。新年好，新年好，主持人好，哇！新年快樂，新年快樂！用咪歌喉啊，暗愛唱嘅。一開頭帶了暗後堂，安尼客家經典的歌曲了，不客家唱的，對不對？主曲啊，真的。兩位敢喺第擺啲節目當中合唱？聽一半了，聽一半了，聽一半。我先同太一個扮演一下。哦，扮演，來，水土上逢來進步，哎呦，啱哦！果了林葉接春來，祝福大家兔年身體康健，財運旺。真，大年都差唔多，身體偏紅穿太前。我背很久，唱啊，好不容易疫情解放了。對啊，剛唱那個母一塊錢就滾滾了，你看大家多嗨。真的哈，就是這個就是最好的牙青紅重點歌，太應景的一首歌了，當然哦，真的呀，無時無刻。哎，兩位真的就合唱到現在，哎，聽一百合唱，聽一百合唱有沒有感想嘛？哈？哦，真的，上次跟詩慧老師合唱老師的好歌，然後真的學習到很多。其實老師經驗非常的豐富，然後像這次經典歌，其實我很少聽，不太會唱。這個但係那麼經典的歌，誰沒人講你是堂哥？對呀，因為我唱的都是比較後期的那個流行歌，他太老了，是不是？太老了，你太年輕了。經典，有些歌剛才聽到展翼老師說，有些歌那時我還很小就已經發行了。沒有展翼欣賞的歌嘛？唱啊有啊，對啊，展翼欣賞下咚咚。太多了，詩慧老師其實很幫忙我，一聽到我哪裡也不準，然後很耐心的一直陪我練，我真的很謝謝老師。他有
他很拖累他。不會啦，其實看到開玩笑。其實應該係講其實看到當到上海學客家話嘅，其實對人家嚟講做係當歡喜嘅事。對呀對呀。所以我哋想講，係做得老家的天水哈。對呀。對人嚟講，我哋知道係一種很光榮的事啦。上嘅心情。對呀，咁拜年講嘅客話講到以後。對啊。我剛才背很久啊，真的，一直請老師幫我聽。你應該知道是什麼意思吧？知道。不是背很久，但是有時候講出來也某一句要像那個音調，對，跟我先錄音去了本吉他。對，還真厲害，真的。調音真開啦。水土上風來金波，而家水土硬係鬧到人都衝過嚟。該用啥事？來，衝點來咧。有出風暴。過年，太過年30天詐騙基金，來，騙出。來，出一下。很快給會周蛋獎。有冇？好像那個遊戲王卡可以收集。來選那個。製作單位真係很用心呢。對啊，好啦，我是貓奴，我來選一個貓。哦，貓，勢必欣賞貓奴。那婷婷來抽一個。我看到這個奉旨發財啊，我的發片基金。哦，買一送一嗎？掉了。這還是日幣的標誌。日幣現在貶值哎。哎呦，有念到哈，來，可以哈，你就出到嘛台中。來，婷婷的嘛該，奉旨發財，奉旨發財，發財嘍。裡面是什麼？哎呦，一元復始，萬象。什麼？一元復始？什麼？聽一下出就出得了。我們兩個這個是什麼意思啊？喜兔好彩頭。那意思就是沒有的意思。意思我以為我好彩頭，好彩頭有哎，真的有好彩頭，而且他還剛從冰箱拿出來給他試試。哎呦，俺兩個都是帶專業的，真的煮得排骨湯。哎呀，注意幫了，竟然冇幫咧。真勁哦！我剛才以為我的一元比他的好，結果他至少有個彩頭嘛。這個好啊，這個我很愛。這個也要幾十塊哎。要。兔年嘛，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沒錯，今年你就會不一樣的一個境界。看主持人就是很會吉祥話，對，就是做好事，成名吉言，說好話，說好話，是不是？希望我們大家今年都一樣了，對，萬象更新，是，加油，加油，安子 C，新年快樂，謝謝兩位，謝謝先生，安子 C，好來回做消息，安子 C，恭喜啊，恭喜！哎，送一張正經的老配咧，你看，好歹也送個瓷器嘛，還有很多的擺一年啊，啊，那從故宮拿出來，哎呀，你帶做一就會煮嘞，係嘛？煮開啦，煮啊，係嘛？你先拿轉一先拜拜。哦，多佛一下，精神一下，應該，對，做得了，張師塔一樣就會很旺。好了，下一組。哇，這熒幕情侶非常登對啊！哎，你令讚一欣賞，立秋下欣賞帶來荷塘的歌曲哦。傳來山歌聲誒，山歌聲，聲音嘹亮又好聽誒，又好聽。唔知哪家張阿妹誒，張阿妹，只聽山歌不見人誒，不見人。對面阿哥按到親咯，按到親。有情山歌來結緣呢，來結緣。阿妹定義鳳仙蓮咯，鳳仙蓮。哎呦，從山歌鳳仙蓮咯，來結緣啦。來呀！唱了的山那個啊，來結了來緣啊，結了與鳳啊仙啊，來結了與
们请上好，新年好，新年好！哎呦，哎，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扮演，哎，先来同大家扮演一下。一天有乜个较精彩嘅事业啊？好啦，新年新气象，兔年行大运，祝福大家财神福神好运来。哦，赞啊！还没有，有。在新的一年，哎，祝福大家好事将你脸上，哎呦，喜归宜春，哦，生发5颜6色，哎呦，精彩缤纷，有时方便的小菜，哎呦，将你烦恼跑到九霄云外，生翻十全十美。1到10吉祥话，大家念起来啊哈，要多说啦哈。所以要种子力张有办法讲出要对安尼，随便就讲出1到10个吉祥话，对呀，厉害啊！赞，来皮肤很用，颜色暗多诶，没是菜发了，有我颜色暗多，从高暗从到暗厚，嗓音还厚多啊呢，厚暗嘹亮啊，亮亮，啥个咩可以喊暗厚呢？在意老师的嗓音他太薄啊，因为嗓音个穿透力强，没轻厉害呢。按你讲啊，你话几马年卡哈？行啊太上，我从表桥嘛都见没有你条分衣啊！哎，之前都躺喺度嘅啊。对呀，两边。我听话一叫，我冇乜嚟啊！所以佢當緊執到日天貓都得係。冇啊，所以係要打電話俾強上聲啦。哦，我嚟講按到死了哈，你個條哈，是跟魔法通過逐槍好長時間樣。係，他太長條你龍哦，但是冇你兩邊也係個聲音嘛，音色啦，比人哋好長。衝過去了，行啊厲害啊！音又準，準的啊！有冇亮啥？還有跳舞嘅動作沒請你記，有冇？就是那種兩位金童玉女，對不對？已經是那種活化石的一個合體了。活化石，跟你講哎，化石很值錢。對呀，係冇？哎呀，化石開玩笑，那都幾億年的。哎，你客家街中的共化石嘅，也沒幾位啊，係冇？勁講。兩邊咩傾應該當好。夾數，要孖嚟孖去。我俾表演應該咩嗬？廿10年啦。20年咧，廿10年係。咩啊？用小打小鬧過嚟，出國哈，出國去表演，喺外面也出國睇了美國哈，還有去表演同你有，有兩場要合作，你會對唱，你真夾熟啦，而且當不上媽嘅啦。所以哈，睇下後關你兩場上媽。因為好長嘅時間，搭嚟搭去，我當冇出感情出嚟。總得啦，因為幾多馬聽會帶你樣做得啦。幾多馬？你講碩士嘅時間幾多馬已經拖嘅嗎？有嘅啊，有嘅啊，這樣是有嘅啊。我兩三多倆結婚46年了，按久呀，就為伊個國國倆下出汗難咧。咪而家國下睇上，國倆是國，一上就拉咧。40年還有乜嘅嗰種嗬？神發的嗰種係。兩三合作嘅這種嘢。國外創嘅哈，印象最深咪就睇到參加嘅傾前睇片啊，一種錄像嘅。唔係嚟滿講對人幾多嘛？係40年。見咩滿？平常嘅東西啊，見滿40年係買料嘅東西啊，係乜嘅東西啊？啲房間都講。哦，你嚇，跟做埋人講。以前講唔得咧嚇，你嚇用嚟講冇腔樣。誒，聽講嘅唱家頭講，呀，個個唱起來是硬冰冰嘅喲。唔會啦，對你講輕鬆啦，能春能叫嘅。輕鬆啦，係啊。係兩首嚇，唱咧歌曲嚇，不得去到那邊嚇國內國外嘅表演，兩首真嘅真夾索。面色一試下一啲就係你。感想就講唱起來還有對面。聲音也夾不到哎，你感情真好，真係兩位有感受，係啊，這兩位嘅感情看得出來，個長期累積啊，累積下來的。來看兩個人的感情這麼好，感情好，看樹葉又紅，好來，出下紅包來，來，萬銀先出，展翼老師先。張藝興上線呀，42個，那看好了，哎，隨便吶，都說得啦，看得出，女神的哎呀，女神，
升官发财过后嘛，大吉大利。哦，大吉大利，好啊，好啊，出一道，好的。好，来。啊，邱雅先生，邱雅老师，你出啊？不是嘿啊，哎呀，有16888那个做法标哎嘿啊，那顿 DV 鸟门门演，哎呦，步步高升，哎呦，你来到邱雅先生会抽胡哎，开胡，哎呦，麦卡，很气嘎亏，你已经这个年纪，慢银先出，邱雅先生先好了。好了，你这个年纪这个地位了，你还要升到哪里去啊？好运旺旺来啊！哎呦。战衣欣赏，给你啊，滚给了嘛，走的啦，我变高了，本台才看一下888，哎呦，发了，邱雅欣赏，嘿，好运旺旺来，是什么东西呢？哎呦，旺旺来啊！哎呦，强用迄边呢，你看几好，两名真的是很长，对，炸的有些虫，旺厉害，旺来就发，嘿，猛冲。好运雷，发，可能是会酸呐哈。唔會啦，唔會。慢慢睇佢以後真係。係啊，係啊，台灣啲網聯嘅千讚咧。支持哦，支持，好，恭喜兩位，恭喜兩位先生，多謝兩位，係啊，希望今年平安健康啦，事事順心。好，謝謝兩位，謝謝安主席，恭喜，哦。好运旺旺来，跟两位欣赏出的好像很适合他们。好运旺旺来，发，不是老人家是喜欢那种懂演哦，比较俗气一点的那种祝福。没有，算是吗？跟你讲，跟俺冇讲，很吉祥啦，吉祥。好来，杀下来。哎，跳下迄中国的金曲在天嘛，一组的中国后堂的，对，杀落应该係好高的吧？好高吗？天意单眼，闹捏滚滚。哦，迄乜嘅东西？林冠群啊，带来好高的歌曲。大家的水酒冲山歌诶。你这样准备，好歹也说一下你们准备的那个心情啊，准备多久啊？我跟你讲，我们准备非常用心。你觉得有人要听吗？有，要 Q 他。因为我觉得唱歌的这个技术越来越强所以就再来挑战一次。对，但你彩排唱的比较好你最好那一趴在彩排用掉。浮上故里鸳鸯一线共八婆。而且这一场新语书你干嘛这么 sexy？ 他抢走了我的那个，他好 sexy 青男的做对吧？对啊。还有真言唐贡根本因为潘 C 没有清欢有青最期待，奇怪他讲话都变得很那个，最奇怪有他刚眼神散发出他的本性都露出来。水酒冲山歌诶，不从心头不歹开啊，不从心头不歹开讲哪个美女水甜咯，该厝也呛那水味了。爱像爱恋有情妹的，那一定的情妹在何方啦？讲那个好就爱慢慢水哦，情妹比酒更加香。
生很嗨哎，可以起来了，可以起来了，可以起来了，对对对，可以起来了。跟那个狮头周德贤拿哈了，哎，小心哦。哎呦，谁啊？我们嗨到帽子都掉了。哎呀，我觉得你没戴帽子比较好看呢。对啊，我也这么觉得。啊，对对。他拿着他元宝起驾。对啦，这样你看多光明啊！对呀，就光明灯照亮所有的人。对呀，一元复始就是要这么光明。是你的好朋友吗？还是特别请来帮忙的？对呀对呀。啊，后高。贴片油呛了呀！贴片呛了吧？你们是专业的吗？专业搞笑。专业搞笑。业余跳家关这样。专业搞笑，业余闹事。唔会啊，咩清法意啊？我觉得很有 feel 哎。真的啊！这两位也是。来跟大家拜年。先拜年。祝福大家兔年行大运，春台前发，很有氛围，很好。行太运唔係行太运。祝福大家兔年行太运。行太运，114喊金票来。喂，行太运，发。好了，今年没客家人，他是客家人，他是客家人，但是对，不会讲。哦，不会讲。那你用刚刚我们血统认证而已哈。他的那个祝贺的话，你再讲一次。中文吗？不是，客语啊。我只会听。来，加下乜嘅？兔年行太运。行太运。兔年行太运。本客家發。我看到发。有狗狗的感觉。这有点狗狗的感觉。今年不是狗年兔年。好，大家一起加油了啊！对啊，新的一年就要有新的这个气象，对，好不好？你要去哪里？他不会啦，你先。现在他要拨一下就往前走嘞。抽红包，不是叫你出去好不好？不要抽奖。你这样准备，好歹也说一下你们准备的那个心情啊，准备多久啊？我跟你讲，我们准备非常用心。你觉得有人要听吗？有。大字报写要 cue 他。因为我之前有唱过一样的。也是舞龙舞狮跟财神爷。有吗？那你怎么又老酒新那个老瓶装旧酒这样？因为我觉得唱歌的这个技术越来越强了所以就再来挑战一次给大家为之疯狂但是刚刚整个表现还好也没有感觉。这我要替他说话，我觉得不错很不错啊。对，但你彩排唱的比较好你最好那一趴的彩排用掉了。哇，还不错啦，还不差啦。好了，这么精彩的表演，给你抽红包啊！有红包哈，来，我看一下。对，你看一下很多样呢我们不要挡到。所以他们是一人抽一个哟，还是零冠军？对。以我们制作单位应该只有你能抽啦。这个妈祖都会保佑人，妈祖疼惜绝对疼惜这个孝顺的人。好。好，来看你抽到什么哈，来。秀给我们，处理他了，来，我们牙柱跟仙姑，荣登卫冕者宝座，卫冕者，看着你，哎呦，第一次啊，两行哎，大票命，来，请要不要登上卫冕者宝座一下？我第一次，对啊，我请问你有坐过那个位置？没有，坐过呀。今天就达成你的愿望，今天是你人生的高峰，好不好？让你圆梦。好来，我们恭喜我们林冠群登上卫冕者宝座。抽张了哟！不用下来了今天这集你就坐上面，对，就一直坐在那里，好不好？你看那个东西又给我们丢地上，这个太看不起我们节目。正经的，真的，也谢谢3位啦，谢谢安志生，谢谢财神爷，来，谢谢仙姑还有牙柱。赞！哎呦，看到财神爷就是董应景啊，董应景啊，而且他很嗨跟 MOMD 跌到那里，他拿那元宝，很开心他看起来就很福相，很福气的样子。那我来做财神爷应该可以。那秀豆一天后是今后告的事情，女财神爷很少啊，真的哦。对啊，没有，什么意思啊？扮大象啊，好吗？扮什么大象？表示财库很满是不是？没啊，看到关群啊，秀豆一天后手嘅事情，佢瘋啲嘛？用蛮因為唔係戴夾婆戴法臉嘛，聰明。對，夾婆戴法臉，那有一擺去法臉撩。我去那個大農大富啊，第一個地方嘛，佢平常時係冇人的哦，完全冇賣人。結果他有一個小棚子在賣農產品。
我就入去撩嘛，冇人哦，完全冇人，就入去。佢就講，我冇法做，佢講嘅客家電視台嘅。哎呦，嘿，鬧嘢大擂台，我還素顏，我都不好意思不買。我想講見我冇地嘅，嘅關鍵家婆單係好背啊。哦，你都有看鬧嘢大擂台，因為我蹭到你的光。沒有，不敢，是，只有花蓮才有。對，而且是很生氣耶。換，對，其他地方他就沒責任。害我還消費了上千塊。哎呦，冇買排 C 啦。對，這個反正就是做了。做就對了，反正對這一行有興趣，你就是努力的經營，堅持下去。家婆結婚去了，嘅夫圈呢全部看到嘢大擂台。好，好嚟3號嘅組。3號係李偉倫，還有王心怡帶來後台嘅歌曲哦。來，彈啦。感情好，日夜夜都強下，濃意太濃。緣分唔會笨咁長，緣路係黑白紗，家庭美滿自身也好，傳承祖先嘅文化。兩公婆恩愛來做伴，互相鼓勵應用一生共把破。半點茶，熱路唔係黑白紗，家庭美滿子孫顯好，傳承祖先嘅文化。兩公婆恩愛來做伴，互相鼓勵運用一生共把破。每半點茶，熱路唔係黑白紗，家庭美滿子孫顯好，傳承祖先嘅文化。兩公婆恩愛來做伴，互相鼓勵運用一生共把破。哇，跳有型沒？跳有型，起得來嗎？有點腳可以，對，哎呦，哎，先同大家扮演一下，扮演，來，推上來傳，好，很喘。大家好，福兔養新年，新春那年年，祝福大家福氣滿堂，春台前，身體康健18年哦，恭喜！大家比我生唔攏喎，知道有可能哦。而且這一場新語書哎，你幹嘛這麼 sexy？他搶走了我的那個，他好 sexy 哦，新難得做對吧？對啊，還有正言哈，你找偉倫，你當然會輸他，對啊，開玩笑，哎，他比女人還女人，而且我的弓比他帥啊，我的弓比他的弓帥。有嘿，你還可以弓嘿主辦，你們兩個的弓是一樣，好不好？你這個是天蓬元帥呢哈，對啊，是不是？哦，所以你喜歡沒開2度哦，所以你喜歡羅哥是因為這個原因嗎？你喜歡豬哥的人呢？
对，吃的比较重咸一点。你看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是这样子啊，对哦，嘿啊，哎呦，带了我们的姐妹，有两位，对，这长得也不错，有两个这个是，对呀，奴婢，你两位，这两位也不错，不做咖喱的啦，专业吗？专业的老师，专业老师哦，平常没事就光背婆。对，我的公比较帅，所以你的公比较帅，随时都会期待着他。真的？那你的公有输吗？他们是双胞胎，你看不出来。双胞胎，我看得出来啊。我想说，他们两个长一样，两个公是双胞胎。两个公双胞，我想女生双胞胎。男生罗哥没有在注意的，你在那边。哎，你们两位为了准备这个节目也很久了。弄很久吗？哎呦，你看又要跳又要冲，各位又好像想一下讲，哎，弄来像 sexy 啊，还要怎么样走？对，很有竞争心。做 key 啦，看难对，因为谁莫会谁来穷下呢？系啊，唐公根本因为潘谁莫会清欢喜。哎，有，最期待有奇怪哈，他讲话都变得很那个，对，奇怪了。有他刚眼神散发出他的本性都露出来，真的。本来捉到几飞啊！这替拜来公演 TV 节目的。系啊，替拜哦，哎呦，我按做讲制作单位讲都会收集大家勾年勾践，他就忙书都要他出席啊。哎，你会不会在家里抱着他睡觉？这有点可怕。他休息。哦，他也要休息啊。哦，他要让他休息，躺在你旁边休。哦，休息。这是不是有点重啊？哎，有一些虫哦，还好哈。你们是去服装店借的，是不是？墙壁上那个拔下来，只有半身。T 片买哦，T 片买哦。哎，来，抽奖哦，好不好？好，来。表演都按精彩 JV 都出风包嘛，对吗？来，好，买钱呐，黑嘛，都走的。好，我要16800。一天还出到哎，一定是我抽到的，一定是我抽到的。凶一下，好啦。升官发财后，升官发财后，这个棒，哎，这个棒。啊，心意嘞，我要那恭喜发财。好，这个吗？哦，这个每个都恭喜发财。好，来。应该先大口来。啊，都走的。好了，给秀给我太想看一下，嘿。哦，农业大擂腿，精美提袋。哎，也不错啦。精美提袋，好来，农业大擂腿，精美提袋，还不错。心意黑马该，心语。什么？陪你来守岁是什么？陪你来守岁，这么神秘。慢点陪你。哦。哎呦，是谁陪你？我觉得是你喜欢的东西。哎呦。来，你农业大擂腿给环保袋，哒啦。哎呦，环保袋好棒哦！哎，这很棒哎。对啊。这应该是新宇的。这个我觉得给罗哥好不好？哈，罗哥来。海报，我觉得我没有想到其他人的海报。不会吧？你会想要吗？看一下是谁的，我再决定。对你的爱没有终止。可能是你的丑图梗图的集结，没有可能。那我就要送给罗哥啊。我如果放在这边很难看，对不对？不会，非常好看，特别好看。什么？哇！要签名哎，韦礼安哎，心宇很会修图要修很久，要修到像韦礼安不容易，我跟你讲，真的要修很久。真的，我要挂到那什么？哪里？元宵节挂到元宵节。挂到元宵节。元宵只有2个礼拜就要拿下来了。太久，太。你要挂中元节吧？挂在我的床头柜上。真的假的啦？哦，那可以避孕哦。那一定要挂一下，而且还爱无终止哦。爱无终止。罗哥的心声。会想要吗？如果你不想要，你可以看你附近邻居啊，或者什么给他。还是跟伟伦交换？对。我觉得环保袋蛮好的。哎，很帅啊，很帅。哎，这海报罗哥没有随便在送的。哇，还真的，他大概送10万张，没有随便在送。客家人开玩笑，这一张就要多少钱呢？对啊，开玩笑，成本多高？想要，加上修图的那个钱有多少？是啊。哦，好啦，什么？真的哈，这样满意吧？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哈，好。满意。回去孝敬你爸爸妈妈。我会把它裱框。哎，裱框。哎呦，这没问题，还可以底部抹16888。我也在想这个问题。除多了，还忙除豆嘞。对啊。你觉得我们孟达会那么笨？会不会是个幌子？16888，他16888会不会分成5袋？1跟6会算哦。888刚刚已经抽走了，只剩1跟6。好啦，谢谢你们，好，革命，谢谢两位，谢谢姐妹花哦，
好，谢谢双胞胎。好，来，请回座休息。记得还给服饰店哦。哎呦，好闹热哦，过年做完的气氛啦。这年你节目上看的都有这样子的过年的气氛。现在放眼望去，你看天师腿那有可能过年特别节目，那有做2种特别节目。对呀，是啊，做客家天师腿这样子。张宇亮，你看了公把婆了，这种气氛的庆贺这样。对啊，好，杀下来了。杀落去今行第3个单元。哎呦，经典翻唱歌。哦，没听讲经典歌曲就走，加踢一组，我们全部唱经典歌曲。对啊，我们就是换汤不换药嘛。好，来看他带来什么经典的歌曲。洪世军带来好听的歌曲哦。故事来作伴，满天爱玉伴。细说起来，有看过吗？有啊，你还没喊有？没看过。哎呀，没看过，不过会唱啊。我也没看过。林敏镐。对，厉害了，就是你这样有办法唱来的。没啦，是老歌专业户。你叫龙轩轩，他有办法吗？做得了，世宽呢？100。冠群就应该比较困难。冠群要唱闹捏的歌哎。欢乐戏鼓咚咚咚锵，不尽春润笑。200岁的歌，对，这首歌，我必须要做代言。怎么说？这些作者都已经在天上看不到，在往生，已经往生。王梦玲老师也没啦，作者啦，梦让真讲啦，快点冲洋洋。赖希安老师，老嘅陈辉琼老师，跟刘亮啥当然有地缘关系，一位在宜兰，一位在台东，都是哪个邻居了。那你要保重。坐在铁路旁，我背着吉他，芦花低头想，呀青蛙抬头望，一句一句和呀，一声一声唱，瓜牛慢吞吞呀，慢吞香香，错在天又长，爱去老散发，白发又群山，马用呀来做伴。平安是用茶，波浪满天涯，清风吹面干，呀平安做木下，清风吹面干，呀平安做木下，清风吹面干，呀平安归路下。在心底，只怕痛苦太多，怎么理出头绪？黑暗涌上你，层层思念入心，暗夜风作，化作木子滴滴。梦你在密云袖，梦你轻轻拥我入酒。我夜夜夜夜，我寒雾蒙蒙，因你的情言用心相恋。
相思爱诉苦结，爱落思念嘅风险，基本成功数残夜，盼望你我要的耐心昨夜多少伤心的泪涌上心头，只有星星知道我的心。今夜几多小你的梦空在心头，只有成功值得来的心。星星一眨眼，人间数十寒暑，转眼像云烟，像云烟。不懂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落风无言已化作春来，眼泪无得唔知比奈比待，暗头对重飞。朝朝暮暮，日光透就送永安抚，爱到不能爱，直到走去散。繁华过后成一梦啊，故事来作伴，滿天愛擁抱，浪花流水的愛嘅情懷，愛到不能愛，直到走去散。繁華過後成一夢啊，故事來作伴，滿天愛擁抱，浪花流水暫的愛情懷。經典的歌誒哦，真係真好，當然冇唱到的歌誒，開演唱會用誒，係啊，吼，緊張呢，緊張啊！哎，那首歌真係啊，青島歌誒，觀眾朋友應該頭擺是彈過的歌曲，當然冇彈到咧，對啊對啊，太懷念了這些歌曲，他就要拜年，拜年。新年祝福大家兔鼻面筋，萬事順心，恭喜恭喜！兔買，兔鼻面筋，兔鼻面筋，突飛猛進哦，突飛猛進，哦，吃這飯啊，突鼻面筋，諧音啊，諧音梗，哦，真的啊，也算厲害了。OK 了 OK 了，真的了真的了，算是製造個聊天的話題。創業的經典歌曲對那個應該唔會懂難吧？你這叫從來都會青樓的狗誒呢？對，真的你是有老靈魂在，對啊，有乖呢，就還哎，就是生命中的血液中，就是一直就是聽這些歌長。你沒有喝孟婆湯，還記得是？聽過我啦，還記得，對，這是我音樂的養分。對這些前輩的作品都是。哦，從細就是從糖啊，爸爸媽媽的木卡糖嗰種。係啊，其實裡面還有新的節目，就一啲從蔡幸娟啊、曾經義大哥一人主持嘅有台節目嘛，會有一些經典的歌曲再重新，你那個就傳承下來，人有啲冇彈過啊，就彈下就會，就把它學起來。條下面有個蔡幸娟嘅歌誒嘛，係嘛？對，就蔡幸娟嘅，哎，對，戲說乾隆，對，戲說乾隆，哦，戲說乾隆，哇，有看過嗎？有啊，你還沒喊有嗎？冇看過呢。係啊，冇看過唔過會衝啊！我也沒看過，哎，林敏鎬，對，厲害啦！這位唔知有辦法衝來的，冇啦，是老歌專業戶。你叫龍軒軒，他有辦法嗎？可以啊，做得了，吃寬啊，100。改天來挑戰一下。好，挑戰一下。可以挑戰啊，真的挑戰啊！冠軍就應該比較困難。
冠群要唱孬捏的狗哎，你不可以是不是？太慢了，太慢了，他要嗨歌才行。因为娟姐的狗对于谁来人来讲，它就一直盘在那个真假音真假，然后混声都在上面，也音哎哦，不点哦，我真的刚加孬呀哦，刚加哦，后堂啦，后堂。公演当中的糖豆，好了，冲水，抽红包，看你有没有一路发。来，好，好，来。胡出那地嘞，發太雜呀！萬事如意，好啊！一瞬間發財，因你唔到哦，一隻，係屌誒！哎呦，屌誒呦，萬里同意，希望有個大雕就對了。慢來碰成就有。哎呀，喂，你很配合。好，來，分廚怎麼改？來，秀給我們這個鏡頭看一下。全是米，十全十美，很好杯啦，20美元，20塊，就20塊，是不是？哎，東方雲雀的歌我練得要死，20塊。送銅板呢？20塊可以買一杯紅茶，買唔還唔拉嘞？會塔不？超商買就有。謝羅哥，你只能買個麥香紅茶。謝姐姐，是最早的啦。好啦，麥香現在很有名的，對，年輕人都喝那個嘞。兩周在柳的，搶給嘛個給我們開運的錢母，啊！希望你今年大發哈！十全十美，恭喜！突鼻面筋啊！突鼻面筋，萬事順心。回到消息，安子 C， 好，杀人那会 EV 哎，老歌专业户哎，刚刚经典歌曲真的让我们回味很多哎，真的真的，天爱轻 C 恋爱都会轻 C 时节糖都会够哎，哇，现在我们要邀请这一位就是真的歌，不止你轻 C，搞不好你都没听过哦，正经哦，还压你轻 C 跟时节糖，对他才真的是我们演艺圈的活化石，真的真的，活化石好多，是是是，哎，分享一家修行上带来后堂的歌曲哦。欢锣戏鼓咚咚咚锵，把闹传云霄。弹珠青龙探头望，时时笑张嘴。红烛火檀香烧，菩萨满身香。七柱连动手成好，游子都平安。欢锣戏鼓咚咚咚锵，把闹传云霄。范谢将军站两旁，叱咤想当年。战天神互相鸣，魂魄在人间。悲欢聚散终场，此处心尽欢。欢锣戏鼓咚咚咚锵，不尽春云霄。弹出江陵探头望，杀死成百载。红烛火炭香烧，菩萨满身香。披风面动书生后，游子都平安。欢锣戏鼓咚咚咚锵，不尽春云霄。范车将军气两旁，叱咤想当年。战天神互相鸣，魂魄在人间。比方七山中上，比着心胸看。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说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的来，让它好好的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也没有时间，就像这破碎的脸，爱用开口讲再见，就表一开走人，也没按容易的事，而你拢是。无言饺子，人才记就爱用来，人才记就爱用去。到如今行年，怀念无停过留恋，怀念你，怀念先前，谈纪念海风涌起。手飞到浪花的树，吸收命的温柔。叶嘉诚老师，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哎呦，老师还戴耳机嘞！哎呀，哇，这个就专业的配备，没了，对，要唱歌，因为这贵边的哈，贵边哈，这个一定要很慎重。这个不是助听器啊哈，你还绑好了汤，你们俩专业的耳机哦，因为我看很多人上了年纪都会戴这个，没有助听器不是长这样，不是长这样，差不多蛮像的，怕了，很怕。哎，新商先同太子来扮演哦，你要亲师傅咯，念死啦，念死机啦，父孝成双，子口衰，哎呦，兔子福ရာ慶節春。哦，對機耶，對呀，有空門的影，內涵的影，但有辦法文青老師是了，他漏啦，哎呀，唔會，對的吼，哎，哇，老師，你今天帶來這些歌，真的哎，經典的民歌，太經典，哎呀，哦，對呀，實在講啊，我真的很希望做最近，因為我上了那個打了開以後啊，而且你一感覺哦，哎。青島啲暗經典嘅歌哦，冇攞佢做客家方有冇做對咯？大手對啊，本你做個詞一個歌庫嘛，對對，他上來比賽㗎，咪做得衝啊！對呀對呀對呀，經常唱金杯啦，金杯出戲啊，對，廟會哎，我講嘅咩字呢？冬夜西鼓咚咚咚鏘，哇，這個早讓我回到我的小時候哈。我們親唔學過是就這樣啦，哦，當然改哈，但是總有咪頭呢。只有給他狗詞改蠻簡單，我把那狗詞都下得清，很對仗那種感覺。就它已經太經典了，按個改都行醫。哎呀，還有吼，佢改起來親詩人做得唱，不能遺失它的原意。有一句條歌嘅民歌吼，它都有韻腳，你連會。佢嘅意思會輕鬆，如果上下人客家話講唔出嚟嘅，對，有嚟佢改到
吃人，你讲起了吃人，冲起了没吃人，吃人哦，不能跟你死。对啊，管中北你是汤姆马省啊，嘿，唔怕人有这个汤姆马省，冇来了就文通嘛，然后两种狗子就文通，就像唐诗我们都要用文读的嘛，真的好两种意思。没再讲下点东西哦，就有点就要传承跳过跟米西，人家实在讲礼拜先那个几首歌，我必须要做代言人。你怎么说？这些作者都已经在天上看我们，在往生，已经往生。孟玲老师也不没啦，作者啦，孟丹真讲啦，快点冲讲一下。赖希安老师老嘅陈辉琼老师啊，跟刘亮啥当然有地缘关系，因为在宜兰，因为在台东，都是哪一个邻居啦。那你要保重啊！不能说保重，不能就是身体健康啊！太公演嘞，太嘎嘿！我还要做一个题库，让大家可以来比赛的时候可以唱嘛，对不对？是啊，填上哈嘎词真的这样蛮好听的。民歌题库，真的哇！谢谢老师的，哎呀，来。抽红包，好吗？好不好？来，我们那边请，不用抽吗？啊，我们16888还没抽，16888还没抽的，嘿呀，888被抽走，所以888剩16，剩16，没关系。我跟你讲，如果到最后，我没有人抽到16888，全部大口的快，全部大口的快，真的有16888。下一集告诉大家，那就没了。公演除夕一定要年年有余哦，是好运锦鲤，好运锦鲤。本来就是啊，我们赚钱辛苦赚钱，你要存一点，对啊，年年有余。老的时候你至少要有一些好钱都可以过日子，对不对？来，麻烦老师，然后会送我一条，有可能，我怕有可能，我也觉得有可能这样哎，送一条有可能。哎呦，1680，少一个零，请客，谢谢老师，一路发，圣梦信箱，请客1680，你们好意思？不会啊，蛮好意思的。某次家人女制作单位等他的红包拿了就过，他就会。哎呦，那这样嘉修老师今年一定是很发一路发，再创高峰。你 Q 哈雷，哇，一起再创高峰，一起再创高峰，好，没问题。16888，好不好？谢谢叶老师，谢谢老师，回座休息，安志 C。老师一直戴着耳机，按阳堂的清楚嘛。我跟你讲，其实像我们歌手啊，在舞台上表演已经习惯了。关系啦，一天都戴耳机，你这样感觉有安全感。冲狗没他轻松。黑毛对比较清楚嘛，对啊，他清楚，不然怎么可能敌得过乐团呢？他们都超大声，没有在理你。对啊，是超吵还是超大声？我超大声，像这样子就是吵，有没有？这种音效就不必。开公演才老敢不用聊。没有，老师们也是很辛苦啊，辛苦了。对，每天一大早就会来呢。对啊，对吗？来还要坐在后面也没事干，然后坐一整天。没有，跟人家忙了，也都清辛苦呢。常听到小康老师在爆气。有事做，他很忙，好不好？放大象的时候，还有蛤蟆，还有牛啊，有没有？好，来，哦，两句会喊一个主题嘞啊！动物派对。哎呦，黑毛，动物派对。对啊，我怎么还有？那应该要由你来担纲啊。你也可以啊，牛啊。好啦，先来分享2先带来后堂的歌曲哦。来，糖啊。这个感觉不错哎，2兆还有吗？他还附赠你一杯饮料哎，很快点杯套，还是我跟罗哥哎，超好，哎呦，没想到我们闹热还有做这种东西，做很久周边哎，真的，对啊，你们去参加海选就有了，会现都会松疗，那我要再去一次。马祖西，在水中。想要吹一下，2句配16888嘞啊！没上音欢，还是很适合你，老师。看到没有？你第2干嘛？给你吹一下。
是，来，兔子军到中团，间来，站中间。大兔子小白兔，大兔小兔。宽轩轩啊，准备呀种表演啦，你会想到伊特别细细的时间啊，对呀，有呢，要回到那种小时候，真的好适合你哦，真的是轩轩姐姐，对，以后就是轩轩姐姐。哎，我觉得她做姐姐做的，对呀，客家电视台如果有那种儿童节目啊什么，哎，真的可以找你去主持，有啊，真的哈。我们奥林匹克啊，哎呀，对嘛啊，你也可以真的可以去做的参加一下哈，试一下。哎，先统，他这个扮演啊，班师以养行年，用土养春风泉年。哦，那都朱月统他这个扮演啊，这些是你的同学吗？还是是那个哈老师的学生？哪一个老师？新月姐姐。哦，对，小月，对，小月儿，好伤哎。但是就是讲实在，他们也是自己练。哦，没有去咖练那看那个 YouTube 影片自己练习跳。那新月他干嘛？他是舞蹈老师啊，比较 grooving 的这样。哦，对，真的啊。对。那 grooving 的东西你们 OK 吗？你们会吗？也 OK 的，也会后台有练。真的？那有什么节奏？有 grooving 的节奏可以来一下吗？有吗？好，来，群兔乱舞一下。秀啊，来，勾眼的跳一下。来，现在来个 breaking。哦，这个可以吗？他们刚在练 Blackpink 的 Shutdown。哦，来，这个可以吗？可以，我帮他们配。好不好？你们来前面，舞台给他们。有。Come on。 6、7、8。哦。他们刚刚练就超厉害的哦。哎呦，妹妹很厉害，他们会超多歌。他脸看起来我想要挺很技术跳，他还继续做完整套。看起来没那个表情，但是跳舞一有味道嘞。对，其实他们跳舞都非常厉害。但是我还是觉得兔子舞比较好一点。兔子舞的默契比较好啦，对，分给都要练习，因为年纪差不多。来，那你们4个一起跟大家拜年好不好？对，来，说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等一下，我说班，第一次上台会有点小紧张啊，对，小的紧张。那你们要找什么时间练习啊？对。我们其实刚就在后台练，刚才练是？对，因为他们本身每一个人都非常会跳，反而是他们要教我怎么跳。对，蛮跳，但是你跳得懂后呢？一直练呢，在家里对着镜子练。哦，舞蹈有先练习了两天对按用。哦，国外音应该还好啦，国外不会唱。唱的比较简单，哈，跳的比较难。还是花莲的兔子？花莲？对啊，为什么？披发脸跳舞啊？哦，真的？没有冲吗？给不都发脸一练就跳舞啊？因为他们也有一群小朋友很会跳舞，然后他们也会教我怎么跳。哦，厉害啊！你们以后都不得了哈，前途无量哈！来，好，重点来了，出红包，出奖，来，出红包，来，妹妹来，你过来16888吧，我抽这个好了，这有2个小朋友，哦，小朋友的鸿运降临，因为很多小朋友嘛，我们也很多小朋友，善财童子。你等下如果抽到16888，你要怎么分配？抢赢哈，请客好不好？你要请客还是平分？啊，平分啊，当然平分啊。啊，没啦。闹热打擂台，环保背带，环保背套，杯套。哎，这个感觉不错哎。俩咋还有？有吗？他还附赠你一杯饮料哎。哎，快讲杯套，还是我跟罗哥哎。真的。哎呦，没想到我们闹热还有做这种东西。做很久周边呢，真的。哎呀，某博你听听啊，需要吗？可以，我可以带走，我需要。可以哈，对，亚洲的哈。但是只有一个可能会打架，要不然我们轮着用，礼拜1、礼拜2、礼拜3、礼拜4。我知道，你们去参加海选就有了。真的吗？会线都会松聊。那我要再去一次。好了，谢谢你们。什么年 say to 哎，下班回家喽。回家好。他们背影看起来很可爱。去吃萝卜，哎，刚刚那边有一条那个萝卜啊，白萝卜，还是要吃这个萝卜？这吃比较饱。那个颜色偏黑。什么？我说谁？偏有。刚应该叫他们跳一个拔萝卜，拔萝卜。
嘿呦嘿呦拔萝卜。他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嘞？真的好。好，来，沙下来。沙下来，两位欣赏，他要表演什么我都知道。啊，哦，也是动物级的，也是动物系的啊。我们还有什么动物系 ？You Silky 欣赏，大家有他的歌曲哦。出世在水中有时来呀水上秋，有时来抗沙公哎呦，蛤蟆用板叫，哎呦，风雨天啊中。把油来放的哟，蛤蟆上了黑暗去呀，有木珠。莫梦明，都是有莫赌气哎呦，蛤蟆用板叫，哪有为真天呀中把油来放的哟。安古道我做什麼大賊哥，還有個司機叫那哎呦，蛤蟆用板叫，哪有把小天生嘛？我要來放的喲。哎，两条狗也太抢戏了吧！真的，哎，居然公演上宽那狗嘞！来，哦，用你的这个哈原型来跟大家拜个年一下，原型蛤蟆精。讲的翻译一下。哦，给意思讲哈，给今年的兔年呐，哎呀，哦，然后那个。啊，对，希望大家哈，哎，新年快乐啦！新年快乐，就这俩意思啦。好，翻译一下，我翻译一下，新年快乐啦！哈，阿泰吉嘎登他就吃30家个年夜饭了哈，不要乱喷，好，就这样。乱喷，你没亲口说啊？挑两条狗哎，翻译翻错，太想红了吧？我们的乐团老师那个欣赏啊。对，你那个蛤蟆节奏嘞，对啊，蛤蟆音可以整首用个音哦，哎，整首歌都可以用得到。有一只蛤蟆，还有一群蛤蟆，一群蛤蟆。你感覺嘛？今年同去年，你前2年好冇嘛相用？今年有較逢，你感覺嘛？用版講，有冇有舞群呢？咩？以前講你一撒啲台上唱啊，開始唱嘅時候，佢冇馬按逢，佢唱到後背好像羅哥的時候舞群一太多，你看到嗎？啊，今天帶舞群，我跟你講。舞群要花錢的呢，對，所以我們就重複再利用。哎呀，面書了，你看，條還沒凸位嗎？剛凸位，不是剛剛的褲子嗎？對啊，你跨物種的。現代人講，佢凸位佢係你家己用誒，家己用啊。哎，不過給條跳凸位舞跳得較後呢。哎呀，他們蛤蟆有點，尤其他水邊那個，有點淹水的蛤蟆。
没有，因为我们这里有这个像我 Q 幺的感觉嘛，对不对？但是你有感觉吗？他们这个跳这蛤蟆舞的感觉有吗？他欢喜，他欢喜。对，你看个笑容我冇 Q 幺，不能自己讲。我问你，你跳这个比较开心，还是跳兔子舞比较开心？兔子舞，你呢？很难决定哦。你选一个，选一个。谁比较帅？不回答。没有，如果兔子跟青蛙，你要选哪一个？兔子2票啦，2票哦。我会选兔子。兔子啊，这应该不用问，也是兔子吧？我跟你讲，为了你的将来，兔子哈。好了，压倒性胜利。你可以坐自行车回家。好朋友，我朋友好朋友。跳回去。没有，还有乐团好朋友啊。哦，乐团好朋友。规只龙潭跟亲戚全部出来。全部都可以。来带龙潭的。嘿嘛，你看有嘛？你后背啦，冇看到听听。对啊，哦，今天很开心啊，还有伴舞，你看。哎，如果冲2条歌，当然的哈，这首歌真的非你莫属。对，应该老背后越来越多人很爱，就看到我们的节目就做安用哈。没，提供蛤蟆老师哈，越来越疯，真的，很不错。哎，你新衫裤很去敢买起来嘛？啊，唔咩这个大白用煮诶，用煮诶，你就买起来就好了，做嘛煮？你这很多地方都做啊嘞，连印度的事也做啊嘞。没，因为身材有改变了。哦，越来越太凉了。哦，还好啦，是挺好，是挺好。一丝汗，一丝汗。系啊，来，主角，来，出只红包啊！誒，拼嘢要滿好啊，我有冇滿好啊？唔該，刮起嚟啊！刮起嚟，你滿嚟嚇？咩竟然他冇啊？他唔識啊？哦，還沒有講。所以我們翻譯不算，就是。後來再講一。真是公益百貨，很簡單啊！哈，兔子平安健康，扭轉乾坤。扭轉啊，兔子啊。兔子啊，兔子啊，兔子平安健康，平安健康。哎，对，因为疫情过了嘛，对嘛，大家3年來哈就改變了，就變成兔子平安，今年兔年。哎呦，今後呢？平安健康，是，然後還有一個要扭轉乾坤，要扭啊，還有客家腔啊，扭轉。哎，很好，希望大家都扭轉。哦，讚，等我出紅包咯，會啊，你要買一些飼料吧。青蛙不是吃蚊子而已，我等下高級的，像我养那个角，我养那个角蛙，你嘛哈，全部会本饲料吃。来了，蚊子都来了，你看。这么安吹歌啦。对，喂，那全部上有一张恭喜发财呢，有很奇怪，有啦，其他张吧？有吗？没有啊。就真的只有一个关公。哎呦，哪个长？发财嘛。好了，哎呦，看一下，看他有没有得到16888，真的吗？那会付现吗？难讲啊，哈。有厨都会付现吗？会啊，厨都就会啊。今天大制作人都来了。对啊，他就是来付钱。有嘎都来。马盖。想要吹一下，这是什么东西？16888嘞啊！没声音，还是很适合你，老师。有没有？你第一点还嘛干嘛？给你吹一下。会逼吗？来，先生，去给他出一句，那公演呢？不是那个吗？有什么奖品啊，奖金？就人家奖品啊。哎呀，人家用出去表演的时间，就会请抖音打赏。吹一下。对啊。等一下，这个表演有没有很棒？表演有赞吗？一年1拜，有，1年1拜呢。哎呀，我这出多了。哎呀，没了还有2集。对啊。还都在呼应一下呀，多适合你啊！真的，什么名呀？那年的时间，我们出台中，其他2只要不要看他们要不要？你们要不要吹？要不要？老师可以跟他们分享吗？主持人哎后来一塞机哈，3场腔来，好来，一塞机腔下盘哈。好来，1、2、3。等一下。好可爱哦！来送你戒指啊哈，送你大家金子送本啊！谢谢大家，懂精彩的表演啊！真的，谢谢什么阿妈请上，谢谢小阿妈，谢谢小老师们啊！谢谢回头休息，安子 C， 好，哎，要用挑嘴一还有哎，一般都很可恶。哎，俩音
俩音号清后呢，真的哈，这个音效很棒，我好喜欢哦。而且它还可以用整首歌，嘿，鬼条狗样用大键捧宽，也没有违和感呢。当然没有违和感，披松俩发面，真的，对啊，还真的蛮搭的。轻音质，你看，只要是搞笑，他们都好认真。好了，杀好了，哦，杀好了，嘿，秀场风华，哎呦，好，哎呦，秀场那应该是，你按演推喽，按演推啊。来，文主带了后堂的歌曲哦。好的，弹开啦。哎呦，这首歌真的，当初在这个秀场时期，常常听亚萍姐在那边唱。正经哈，但是她是整个摔呢。哎呦，正经哦，她不是像刚刚那个天天的巴海一样，她是整个，那你不敬业？对，示范。敬业，好多的嘞，差不多，又转来了，差不多，又转来了，又转来了啊！性感歌姬，一代性感歌姬啊！对，是，只是差点被他旗子打到，只是这个歌肌肉比较多一点。风雨也是一种美，是啊，没听讲啊。梦娜，我進來咧，我對東燕嘅地方進來咧，還有我放歌，你看，我帶咗來東島，你清好食。乜嘅好東西啊？樣樣嘅詞牌，哎呀，起白。阿婆做嘅芭蕾，哎呦，起拔哎呦，起拔啊，起拔，阿婆芭蕾也有呀，哎呦，清好食嘅演出，按多條啫，全部蒙啊，係啊，哎呦蒙娜，你有冇按好啊？好波浪哦，蒙娜，你做乜唔講法？你做乜唔講法？雷蒙娜，雷蒙娜，愛叫你上來吧，雷蒙娜，當愛在人一講，前面嘅結花，永遠嘅愛你，做馬該不易，非貪愛沒單槍一記。愛叫你上來吧，雷蒙娜，雷蒙娜，愛叫你上來吧，雷蒙娜，當愛在人一講，愛你，愛嘅雷蒙娜。可愛吧，雷蒙娜，雷蒙娜，愛叫你可愛吧，雷蒙娜，拜託你可愛一下，我心臟感應，上來吧，蒙娜，做馬該唔嫌，敢講你真用騙你，雷蒙娜。做馬該會愛我雷蒙娜，雷蒙娜，做馬該會愛
来，赶快叫救护车，快点！太公平了。好啦，放起来，看下18个啦。哎呦，梦娜，转来嘞。转来演唱后生嘛，唔啲董燕的地方转来，系啊哈，你都在去那位啊？你是演宠，我亲无你嘛？天哪嘛？不是，那给你懂温暖啊，懂温暖啊，本来迄个家庭主妇，结果唔看唔出去按球，打扮都按嚟抢乜嘅东西啊？一丢10万块啊，为了10万块听听赚钱啊，所以你去华根初上就对了。华根哦，华根也系华灯。更清楚了，华灯初上哈，对啊，哎呦，你还真适合这个打扮。有唱嘅青春嘅阿姊有嘛？你不是给边？对啊，你还蛮上都7、8、8的那种嘛。还没有去那个特种行业上班，可惜了。可惜吗？可惜，应该是凤牌。凤牌哈，真的哎呀！来跟大家拜年来。恭喜发财哦！兔年万事 too easy， 平安健康 too happy。哎呦 ，Happy New Year to you。哎呦，这首歌真的，当初在这个秀场时期，常常听雅萍姐在那边唱。正经哈。但是她的经典就是最后梦娜。哎呦，哎，她是整个摔呢。哎，正经哦。她不是像刚刚的天天的巴海一样。她是整个，那你不敬业？对，示范。真的嘞，差不多，又转来了，差不多，又转来了，又转来了啊！这样个蛮天公嘞啊！跳那毛乱的，哎，跳那毛还毛乱呢。哎呦，真的，要懂。于大哥每一次下来后台都会讲啊，你干嘛？你干嘛一定要摔这么大力？嘿啊，没有啊。啊，本来唱歌就是要这样子啊，那个台上一个摔下去才有那个份啊，对不对？不是啊，你这样摔，每一次摔到这个脚都这样 OK 这样子，然后有一次还摔到头破血流，这样好吗？啊，不是啊，就是我们在舞台上表演，就是一定要有这个敬业精神，全心全力，亲力一周就抽嘞。对，哎，后来于大哥也不管他了，因为希望他摔就。最好了，恭喜金英子呢，对啊，真的。哇，一條歌唔應該唔乜人年推過嘅吧？係呐，係媽媽嘅年代，有媽媽嘅年代啊，是彈歌在偏啊，係啊，冇彈歌，冇彈歌，在偏啊，哎呦，那真的唱得很好嘞，很有味道嘞。哎，唔過你喜歡唱嘛？青花用大盤的嘛？哎呀，他很有綜藝魂，今天就穿這一套回去。我跟你講，老三就出來。溫潤聽了，做乜嘅？溫潤嘅詞牌。你阿老公溫潤聽了？喂哦，佢喜歡平常時嘅用誒。對，這個太辣了，偏愛，這個太辣了，太辣，他受不了，都唔掉呀。不是越嗆辣越好。他很低調誒。平常這麼平淡就抽了呀。啊，平淡無奇，樸華無實。啊，不是無華的。來，抽獎，來。見中啊！可以啊，按顏值呢，真的出動。哎呦，見朋友就來一個哇！按精彩表現嘿嘛，168，所謂的太重要，我太發財好咧，168，發財啦！168，假使冇會發，你等他嘅7、8、8的，還有嚴重帶轉一些。我做彈槍哦。評分，身邊嘅人係詞牌。夢娜請客168，朗朗誒。哎，還真的有呢。哎，正經有哦，有出道嘞。很強，真的還有恭喜，謝謝。大家大家恭喜發財！雷夢娜給你帶來好的運氣。對，那我要穿這樣回家找老公。你老公真的，你就明天就生老三了。兩錢拿不一坤，你就會聽嘞。對呀，可以很持久，有開心的很久。今年一定大發，一定大發。尿布錢。哦，恭喜哦，恭喜呢，恭喜發財。本來想說假裝的嘞，係啊，結果恭喜出到嘞，哎，會不會唔是出了嘞啊？對呀，會不會有啩？可能又是唔讓你大陸嘅大爺，二獎，很幸運。哎呦，這點很運呢。對，恭喜工作，太賺錢，太發財。
呀，正经亲师好给，可以吗？但是你不要露背后，好不好？背后那背后夹成这样。这件衣服是陈金配的，啊。跟俺家门给啊，你家门给。哎呀，冇来骗你啦，跟俺没中咯。我来杀了。杀了就冇了吧？还需要下一位吗？你冇想我上来啊？冇钱都出哎。哎呀，还有小月了哈，还有很多奖项，还有青岛哦，某一听哦哈，陈云月带了后堂的歌曲哦。来，怎么了？小月。爱上已经真动意，真嘅痴，真嘅意，爱上就在我心里，爱放弃，爱珍惜，爱上已经真动意，用爱你行下去，做一个好情侣，讲出伊心里嘅话，抛开嘅烦恼忧虑。爱上已经真动意，爱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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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上已经真动意，真嘅痴，真嘅意，爱上就在我心里，爱接受，爱珍惜，爱上已经真动意。大家来，用爱你行下去，讲已经爱你，讲出伊心里嘅话，抛开嘅烦恼忧虑。爱上已经真动意。安乔，安乔，好华丽哦！性感的爱情，一代性感歌姬啊！对，是，只是差点被他旗子打到。只是这个歌姬肉比较多一点。丰腴也是一种美，是啊，没听讲啊。哎呦，长在唐代的话，应该是很美。那我现在做哆啦 A 梦的时光剧去唱。不是，俩就听讲嘞。对，哎呦，两位也是，又是回收再利用，有点长大的感觉。对，不一样，感觉就变成熟哦。嘿吼，我中央安赢啦，请讲，中央啦，加他老杯少啊，我老杯少没有，哎，窗口那印不出来啊。冇啊，老多小朋友给妈妈给煮。老杯少，你要不要印？错，拍谁哦？哎，你比我还那个呢，阿对我脑雾，拍谁？来，跟大家拜年。大家好，新年新春吐雷波，金兔银兔福兔多，兔年发财乐逍遥。你看
底的角色地位对了，真的哦。跟文总那个是专业的，推娘老公啊，娘老公。真给我娘个起吧！哎呦，有没有送包卵出来嘛？哦，真冰哦，真欣赏肚大你要疯起来哦，会吧哈？对啊，已经几十年没疯的。原来讲加俩成三夫转以后嘞。梁爱生的好歌不喊哈？这个歌不容易哈。哎呀，我改哈，还要打扮成这样。冲跳，You are sexy，系吗 ？You are sexy，一困难啦，一困难。歌就懂适合你那种单身的女性的，是吗？爱神，没有啊，希望爱神降临到你身上。所以到现在还是小姑独属啊。小姑不是大姑还是小姑？哦，老姑独主。老姑有那么老吗？没啦，不会啦，俩很七嘎意思啊，就抽了。今年突听抽个有，好，那俩新节目。对，哦，那希望等一下你可以抽一个奖，然后对，真男友一位，好朋友有2位可以让他选哦，哪2位？老公，我们的公啊，你公啊，那还不如要他们的双胞胎嘞。他是怎样？他要把那个拿回去当充气娃娃，根本很昂哦，充气娃娃的，就像那个刚刚那个兔子装有没有？他如果倒过来穿就很怪。我们都不会想到倒过来穿这件事。对啊，就你会想到有，曾经好像有一个新竹的不知道谁，他把那个老虎装，对啊，把它翻过来穿，有一个名人哦，对啊，他就很怪啊。哦，不会吗？而且老虎的尾巴又比较长。哦，没黑啊。对啊。他们真的吃宽啊，其实他没。好了，注意他红包。那还要跟某一天搞不好真的有抽男友这种会吗？一日男友，可是要好看一点的。那我们制作单位可能没有，还是要。那你就要看你的命哦。注意他。马上有钱，钱来也升官发财。要账后的啦。好啦。给马盖，可能出动马盖。哦，进宝，招财进宝，招财进宝。全部都会发财。有钱没以后啦。有钱先后啦。会还有多钱呢？对不对？充电可以给多钱？听众哦。可以好哟。哎呦，666。棒，66哎呀！66大顺。6万。好了，不管他6866可以，他一般6800，全部会请客就出来。请客。好，我们等一下就去吃宵夜，吃茶叶蛋。660个肉可以吃到什么东西？全部都是都觉得茶叶蛋。茶叶蛋配麦香，一个佛跳墙。可以，没问题。6太孙啊，黑毛。哦，谢谢你，恭喜你。什么小叶？牛皮灯色，2位漂亮的灯色老师，谢谢。哇，你看，2点钟的时间，咱要同脚啊，哈。请脚。哎呀，他个创到后堂的歌曲，经典的歌曲，嘿啊。底盘开始给他吃年夜饭，嘿没有，眼神吃啊呀。哎呀，比他个守岁都超嘞，哈。哎呀，今年后也还除夕嘛，天国开始做新的一年，哦，当然底下祝大家哈新年快乐，兔年行大运，谢谢啦，新年快乐，今天比较多谢。来宾哈，夏老师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还有我们乐队老师也很辛苦啊。小飘老师，我最欣赏，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忙年继续无限的哈，李天聪和高中年，新年快乐。对啊，天是比前面很你们重要啊。新年快乐。等梦之来咯，下礼拜我们中央一今天时间係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來，再見，拜拜，再見，明年見。行霜行下，一點無天貼嘅心，
隆隆重重，七七擦擦，破破拍拍，多喜多春，一旁戳把戏的人生，舒舒养养，起起落落，情情谈谈。你唱佛台，你跳佛台，又唱又跳，人生畅快。你笑马街，你看马街，莫笑莫看，看淡人生。嘿，一旁起耶。行上行下，一點無天貼嘅心，隆隆重重，七七擦擦，破破拍拍，多喜多準，一旁戳把戲嘅人生，舒舒養養。起起落落，情情談談。你唱佛台，你跳佛台，又唱又跳，人生暢快。你笑馬街，你看馬街。莫笑莫看，看淡人生。嘿，一旁起耶，你唱佛台，你跳佛台，又唱又跳，人生暢快。你笑馬街。看馬街，莫笑莫看，看淡人生。嘿，一旁起耶，一旁起耶，一旁起耶。